公職人員法援法案惹嚟唔少嘅爭議聲音，即使特區政府已經決定刪除法案第4條中有關名譽受侵害嘅部分，但係反對嘅聲音仍然不絕。下晝就有團體舉行集會，要求政府撤回成個公職法援法案。陳慧蘭報導。反對公職人員法援法案嘅聲音喺政府決定修改法案嘅第4條之後，仍然未有減退。青年動力喺玫瑰堂前地舉行集會，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法案。佢哋一邊抬出代表言論自由嘅棺材，一邊呼叫官民平等、言論自由等嘅口號。唔開心嗰條惡法而剝削咗我哋百姓嘅權利。政府做得啱，我哋一定要讚；不過做得衰，我哋一定要拆。所以呢一條官告民嘅惡法一定唔可以通過，極力抗爭，撤回惡法，官民平等，言論自由，浩氣長存。團體話只係修改法案嘅第4條並唔足夠，認為整條法例都唔公平，並且要求陳麗敏司長提交具體數據，向公眾交代清楚立法嘅理據。公帑告民其實係非常之離譜嘅一樣嘢，就係呢4個字啦，我覺得非常之離晒譜。諗下有啲公職人員其實佢自己都唔贊成嘅，咁何來聽取市民所求，所以訂立呢個法例呢？其實我非常之唔贊成。同埋陳司長嘅態度呢，係好似講到呢係公務人員係巴閉啲㗎啦，咁啊，所以啊佢告你咪告你咯。佢有圍觀嘅市民就認為公職法援並唔公平，亦都擔心倘若法案通過咗之後，會影響言論自由，導致社會上會有更加多嘅積怨。其實過往有冇啲乜嘢咁嘅例子係高官受到呢啲咁嘅即係不平等嘅對待呢？我覺得仲要設一條咁嘅法例呢，簡直係對於我哋一般嘅市民就係好唔公平咯。即係一般嘅市民可能將好多嘅積怨會積埋喺度咯，咁可能有時都會整個嘅社會呢，會造成好多負面嘅影響。即係講到涉及公平嘅問題咯，即係市民點解又受唔到政府呢方面嘅補助咁樣咯？即係點解公務員可以係有啲權利？即係公務員其實福利有時已經比市民嘅薪水都多咁樣咯，係咯。同時，青年動力促請政府修改行政訴訟法典，喺尊重三權制衡嘅原則之下，為基層公務員提供司法援助。佢哋又建議政府應該為現有以及正在進行立法程序嘅職程，制定有效以及具公信力嘅投訴、仲裁以及上訴機制。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慧蘭報道。